咱的主，咱的阿爸上帝，但是你这个降节时祝你的确来将你的疼来到阮世间每一个人的心中，阮带着望来迎接你的降生，嘛领受你的温暖，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每一个人充满这个美好的世界，领受你的温暖，阮拢是对咱对付主阮的上帝，就是阮这个真挚阮的心，阮的尊严，我靠你，真主主甲阮同在，阮整个礼拜拢诚做宽广者，献到你面前，祈祷感谢，主耶稣的圣名。下午2:50到3点之前尽量到大会场，然后看能不能准备一样颜色的口罩，绿色的，去了再发。只有同最后。各位兄弟老长，大家平安。天气真寒冷吼，咱来唱今仔透早所要吟的一寡诗歌，开一个咱的声哨吼。好，54首，天使歌声对天来。咱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吼，咱来切看卖。天使歌声对天来，我所回应头天开，地表下阴晴响亮，我听高音。第二首是66首，圣囝耶稣对天降临。66首。嘛是真实的圣诗。来，圣囝耶稣对天降临，归来世间无罪人，一定的归下来迎，阿拉圣主家罪难郎，哈利路亚。第4節。
手机仔的来关机，也是关做震动。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请咱做伙来念神圣诗第64首。神圣诗64首，天使歌声对天来，请起立来念全首。在
三甲用新的界面来祈祷，恁要尽心尽性，也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听恁，恁也安尼三听，恁也三听。圣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咱三个来交读上帝话，启应文第49篇，以赛亚书第66篇，启应文49篇。来，取代的人才有水。来买酒，来买年。你哪会开天买袂食的物？恁注意听我讲，着有好物通食。通找着上主的时来找伊。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。着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。天比地加偌悬，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嘛要加遐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。要予也种的有种子，对我的喙讲出来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。你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。以前有刺皮的所在要发清白。这是要纪念上主的证据。咱三个担心来祈祷。慈悲的天父，全能的上帝，愿感谢你的引带甲祝福。你用你挂全能的手保守阮平安过每一日。阮的内心有难以表达的感谢甲懊恼。今日是大感谢第4主日，我要点第4支蜡条，是代表仁爱，求主，予伊永无煞的疼，充满一人的心中。回想过去，纪念耶稣的救恩，是来思想上帝是怎样疼咱每一日的生活中，活出伊的疼，佮用欢喜的心迎接主的应允甲实现。上帝连伊的独一圣囝讲赐予世间，要互遮个信伊的人袂得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伊是安尼疼世间人，因为主的疼活出喜乐的人生，就亲像伫黑暗中的光，互世界因为疼变作搁较精彩，互咱共同用疼的生活来显现主的荣光。所以，咱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清起阮的念头，想使阮有换心正直的心，互阮为你所予阮的话，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。我要将今日的敬拜甲服侍，恭敬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愿你欢喜感觉阮的感谢甲认罪。伫即个时阵，求你安静我的心，打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牧师今日的传讲的信息，讲是对你遐来的，明白你的旨意，加添阮的信心甲信仰，
互阮所做一切，讲会当行通顺利，来得到平安甲喜乐，来拥抱你的性命。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赞，请圣歌队的诗班来学乐。
咱三个来听上帝话，记载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6节。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6节。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：伊的老母玛利亚一定甲约瑟订婚，还未结婚就对信神怀孕。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，无爱互伊一众人的面前见笑。想要暗中解除婚约，伊在想即个代志的时，伫迷茫中，主的天使对伊出现讲：代笔的予的约瑟毋免惊，就带玛利亚入门做某，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信神来的，伊会生一个查甫囝，你着甲伊号名叫做耶稣，因为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。这一切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。你看，在出女会怀孕生囝，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人同在。约瑟一个困醒，就照主的天使所吩咐，带玛利亚入门做某。不过，这个查甫囝还未出世以前，无甲玛利亚同房。囡仔出世，约瑟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愿上帝话赐福人。今日老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无伫暗算中的剧本。请咱大家三甲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踮伫这个寒冷的天气中间，阮通自集踮伫你的圣殿，阮吟诗，阮学祷，照着你的话，阮也得着帮助。愿你成做阮的气力，互阮踮伫每一日，阮体会主耶稣你降生所带互阮的愿望甲稳定。愿主也继续通过你的话加示阮，互阮勇敢向前行。当在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啊，这台平安。几礼拜前，踮伫迄个点灯的暗会中间，有一个妈妈带细囝来到我的边仔。啊，伊问我一个问题，伊讲：啊，等下有要搬戏无？我讲要搬什么戏？伊讲伊足久无来教会，可能自细汉了，伊就无来教会。啊，今仔日来到伫教会中间，带伊的囡仔来到伫教会，伊就想讲，啊，毋是有一个迄个大腹肚的人，佫有婴仔要出世，这故事准备要来演出无？伫伊咧讲即句话的时阵，我才开始咧想，是有当时啊，咱自细汉到大汉，咱一直听这个故事；自细汉到大汉，咱嘛一直搬这个故事。咱拢永远会记你，可能倒一个甲你做伙大汉的囡仔，伊咧搬。有人咧搬玛利亚，有人要搬约瑟，啊，佫有人会记你永远咧搬迄个踮伫边仔迄只羊。逐个人拢会记你讲，哦，迄个角色就是我的。所以来到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咱拢会开始咧回想，自细汉开始，咱捌听过这个故事，咱有捌演出这个剧本。毋过有当时啊，随着年纪愈来愈大，逐摆咧看这个故事的时阵，咱嘛感觉，这我大概拢知影，大概我拢听过啊。毋过，当咱每一摆读圣经，当咱每一摆咧听圣诞节的故事的时阵，毋知咱有啥物款的感受咧？今仔日咱搁一摆要读马太福音这段圣经节，这是一个查甫人准备要结婚啊嘛。这个查甫人准备要结婚，所以伊开始爱无用啥物。即摆的查甫人就会讲，拢是阮太太咧准备，拢毋是我咧想的，只要太太讲好的，我拢讲好就对啊，对无？足济若是有咧准备婚礼的青年，大概拢会安尼甲我讲，只要太太讲的拢是对的，啊，我拢无啥物意见，然后后一步就会安怎？大概离结婚拢足远啊吼，后一步通常就会开始冤家，因为开始想讲，为什么这个查某人拢无要参与咧？毋过踮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咱会当发现讲，故事的男主角约瑟已经甲玛利亚订婚，伊嘛开始咧无用，开始为着婚礼做足侪周备的事项，逐工拢咧无用，逐工拢咧想
怎样会当将规个婚礼办甲真好势？毋过有一个消息来到伫伊个生命中间，这个消息带互伊真大的误影以及惊吓。这个消息是甚物？伊还未结婚的迄个太太有身啊！这是一个真恐怖的消息，特别对约瑟来讲，这是一个真恐怖的消息哈！我的未婚妻竟然有身啊，然后安怎？囡仔阁毋是我的，我的未婚妻竟然有身，然后囡仔阁毋是我的。伊心内底走出足多问号，走出足多哪会发生即款代志？接到这个消息了后，其实伊规个人拢戆去啊！伊伫咧想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？啊，我的剧本毋是安尼搬的，敢毋是？我的剧本应该是开始筹备婚礼，然后听候婚礼迄天继续会发生什么代志？这是我的剧本啊！哪会？今仔日，我的未婚妻有身啊，然后囡仔毋是我的，啊，搁来要安怎办？这婚礼敢要搁继续落去吗？咱会当好好来想看卖，当约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，这个婚礼敢要搁继续办落去？照因的例是。男方只要踮伫还未结婚之前，发现女方有出现一寡无法度接受的状况，因需要遵守律法中间的义。什么叫做遵守律法中间的义啊？伊的做法就是会当解除这个婚约。所以照因一切的规矩来讲，约瑟若是要遵守律法中间的义。就是伊必须爱解除这个婚约。毋过，当伊接到迄个消息讲囡仔毋是伊的时阵，伊阁听到另外一个消息，阁互伊愈来愈戆影。这个囡仔到底是对来的？这个囡仔是对圣神所来的。所以，当伊接受这个消息的时阵，伊愈来愈戆影。我到底要安怎做决定啊？但是今仔日咱是搬戏的人，我毋知影这个戏要安怎搬落去。这个戏到底会当阁继续安怎搬落去呢？照律法的规定来讲，伊需要解除婚约，这是伊会当做的。但是伊嘛真疼惜这个负责人，伊无想要公开这件代志，所以咱也知伊想要按证来解除婚约。伫迄个过程，伫每一个做决定的暗暝，我想，伊嘛毋知影要安怎困。对于玛利亚来讲，伊嘛一直踮伫囚徒的过程中间，到底未来的路会是怎样？约瑟甲玛利亚踮伫迄个暗暝，其实是充满惊吓。因嘛毋知影讲，过来我的人生会往对行落去。无论安怎，约瑟有一个决定啊，伊准备要解除这个婚约。毋过就伫迄个暗暝，伫要做决定前一个暗暝发生了什么代志？有一个主的天使忽然间伫梦中向伊显现，甲伊讲什么？毋通惊。主的天使向约瑟讲，毋通惊，就去带玛利亚做你的某吧。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，伊要生一个囡仔，你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，伊要拯救伊的子民脱离因拢总的罪。主的天使约瑟讲啊，毋通惊，你就去吧，你就去带玛利亚做你的太太，然后这个囡仔要成做，要叫做耶稣。伊是要来拯救众人的。继续讲，这一切代志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。因有迄个在世女要怀孕生囝，伊的名叫做什么？以马内利。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，上帝
永远甲你同在。当咱听到天使的声，当咱听到以马内利的名出来的时阵，咱想看卖约瑟的感受是啥物？伫迄个丢毒的过程，伫迄个艰苦的暗暝，伫迄个毋知要安怎做决定的过程，这个声音来到伫伊的生命中间，对伊讲毋通惊，对伊讲，这个囡仔要称做以马内利，上帝要甲你同在。每一摆当咱拄着真困难选择的时阵，逐个人拢期待讲，上帝啊，敢会当互我一个较明确的指示无？安尼我做决定会当较简单的。大概踮伫约瑟想要做决定的过程中间，伊嘛一直安尼想，伊期待讲，上帝敢会当互我一个较明确的指示无？毋过，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阵，伊要安怎办呢？当这个声音真正讲出来的时阵，这个戏敢有法度继续搬落去吗？这个剧情毋是伊所想象的。圣诞节的剧本其实超越过咱每一个人的想象。这是一个无下逻辑，嘛听起来真奇怪的故事。但是上帝是这个故事唯一的主角，上帝嘛是这个故事唯一咧讲话的人。咱拢会讲，咱的人生若亲像一出戏共款，看戏嘛若亲像是咱的人生中共款。咱只不过是搬戏的人。今仔日当咱摕圣诞节的经文，摕起这个剧本，读约瑟甲玛利亚这个自细汉到大汉，咱已经毋知影看偌济遍。对老人到囡仔，咱嘛毋知有偌济人捌演出过这个故事。但是当咱会当详细来想看卖时阵，咱才会感受到。其实这个剧本甲咱所印象、甲咱所想象的有小可无遐尼共款的，因为这个剧本毋是咱所按算的。圣诞节的故事毋是照咱所想的。这个人拄着啥物问题？对玛利亚来讲，伊正做上帝拯救这个神者头一个领受的人，但是当伊发现讲家己有神的时阵，伊的感受是啥物？其实毋知影要安怎反应呢？伊毋知影要安怎反应，嘛无法度做出啥物款的回应。敢若会当抱着一个淡淡的心，伊的未婚夫约瑟来讲，听候看卖，约瑟到底要安怎回答？对约瑟来讲，其实嘛是共款。接到这个消息，伊的未婚妻已经有生，然后囡仔毋是伊的，佮讲这个囡仔是对圣神来的时阵，伊嘛毋知要安怎回答，因为照律法的记来讲，伊会当解除这个婚约，只要伊解除这个婚约，可能这后壁的代志就甲伊无啥物关系啊。每一个人会当有每一个人的选择，也亲像咱踮伫人生中间，咱拢会当做选择，咱拢有一个期待，我生命的故事要安怎写？自细汉我读啥物款的学校，到伫大汉我要做啥物款的工作，我要结婚，我要有囡仔，我要安怎？咱拢会当有一个家己期待中间的故事。毋过，伫圣诞节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提醒咱的故事其实常常毋是照咱所想的安尼，而且咱的故事永远毋是照咱家己想出来的迄个所谓幸福美满的剧本。圣诞节咧提醒咱，只有上帝咧编写咱的故事，只有上帝咧掌管人的生命。所以通过天使的启示，上帝介入约瑟的选择，互伊知影讲，你干那会当照这个剧本去演出吧。每一个演员
接到人生剧本的时阵，你会当有几个选择？你会当脱稿演出嘛？就是剧本安怎写，不要紧，我硬是要照我所想的来搬。我无一定爱照安尼来搬，但是当咱无一定想要照剧本来演出的时阵，咱硬要靠家己来搬的时阵，有当时会发现讲，这个故事的发展，哪亲像毋是照家己心所愿的共款。所以咱必须爱去想另外一个选择，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照咱所摕到这个故事来演出，照上帝所交予咱的这个剧本来演出吧。这是一个顺服的选择，顺服的选择帮助咱去看上帝你要怎样安排我人生中间所拄到的，无论是好事，无论是歹事。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重要的是上主永远甲咱同在。这是圣诞节，咱必须搁爱加想一下，踮伫圣诞进前的犹太人是虾米款的情形？踮伫圣诞进前的犹太人，因大概有真长的时间已经听无到上帝的声。对旧约到新约这个过程中间，至少有400年的时间，因听无上帝的声。所以当这个时刻，上帝的声音搁一摆彰显出来的时阵，约瑟甲玛利亚是受到拣选，要见证上帝开力的器具，因要见证迄个以马内利的上帝永远甲咱同在。对民梦中间醒过来的约瑟，伊的选择是啥物？就是照这个戏搬落吧。对民梦中间醒过来的约瑟，照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去做，就是甲玛利亚结婚。听候到这个囡仔出世了后，甲伊号名叫做约瑟。过来咧，约瑟就安怎？伊就落台啊！若是咱认真读福音书，咱就会发现，这个故事了后，圣诞节的故事了后，约瑟就已经完成伊的角色啊。踮伫每一摆庆祝的时阵，咱可能会甲焦点放伫玛利亚，咱会甲焦点放伫耶稣。啊，约瑟就是迄个陪伴伊的太太，踮伫马槽内面生产的。约瑟就是迄个陪伴伊的太太，然后囡仔生出来了后，后来都无伊的代志啊。这个故事就结束啊。福音书后壁的故事，若是佫摕到约瑟的名，嘛是敢若讲，迄就是耶稣的老爸安尼尔。看起来，伊是一个无偌尔啊重要的角色，毋过踮伫圣诞的故事内面，伊忠实扮演伊应该爱扮的角色。咱的人生嘛是安尼，敢毋是？其实有当时啊，咱咧搬上帝所交予咱的故事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嘛是干那完成上帝伫即个时间点交予咱的角色。搬了，咱就会当落台；搬了，咱就交予后壁的人继续行头前的路。定定甲侪侪牧者咧分享。甲侪侪牧者咧分享，逐个人拢真要紧讲，踮伫一间教会，成做一个教会服侍者，我到底会当做甚物？我到底会当完成甚物款的任务？毋过，愈咧讲，愈分享，愈祈祷的过程中间，愈会感受到，其实，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上大的锻炼是每一个计划，每一个暗算。拢毋是人会当做的，每一个暗算，每一个计划，拢毋是我偌厉害，乃是上帝伫咱的故事中间，伊将这个任务现在交予咱，所以咱敢若会当踮伫这个时刻去完成，这就是上帝交予你的，嘛是上帝交予我的，啊，过来，就交予后壁的人继续去努力。所以有当时咧想的是，做一个
牧者，也是做一个教会的服侍者，真正重要的，毋是咱有偌济才调，咱会当完成什么，是咱需要忠心服侍，忠心完成上帝所交予咱。伫这个时间点，现在所发生的，就是上好的安排，也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所应允交予咱的。来到伫年底，咱也期待对未来的一年中间，会当有新的计划，会当有新的暗算。毋过，愈来愈会体会到，特别踮伫这个世界变化的过程，计划敢若亲像无遐尼啊重要。伫这个世界遮尔变化了遮尔紧的过程中间，真正开遐尼侪时间做计划，敢真正有意义吗？检测当有一个方向，毋过哪行的过程中间会发生了啥物，咱永远拢毋知。所以人会当做是啥物？就是伫每一个时刻，当上帝将这个代志放伫你面前的时阵，学习去回应，学习去讲出你现在需要搬的剧本吧。上帝的声是圣诞节的关键，上帝的声音踮伫圣诞节带来新的愿望。上帝的声音踮伫圣诞节的时阵，为了约瑟甲玛利亚做出决定，嘛带因继续向前行。所以，咱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：我到底要怎样听上帝的声？大家人拢会问我这个问题，无说我到底要安怎听上帝的声？这个问题真歹回答。但是如果我若讲，以马内利的上帝所代表的，就是咱随时拢听会到上帝的声。咱敢知？以马内利的上帝所咧讲的信息是，伊永远甲咱三同在。如果是安尼，咱敢有较信过？咱每一个时刻拢听有上帝的声。有可能透过今仔日咱踮伫礼拜中间，透过司琴的伴奏。咱听见上帝的声，踮伫诗班的献诗中间，咱听到上帝的声；踮伫讲道的时阵，咱听到上帝的声；踮伫读圣经的时阵，咱听到上帝的声；踮伫咱甲咱身躯边的人坐斗阵的时阵，咱也听到上帝的声。上帝的声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一直咧讲话。也一直咧带咱向前，咱就要搁讲，无说即马除了你咧讲话以外，敢搁有其他的声音嘛？其实有，踮伫咱中间有济济无共款的声音，迄个声音无一定是用讲的，迄个声音是咱的动作，迄个声音是咱咧思考。迄个声音是咱甲咱边仔的人做伙，有上帝的声踮伫咱的中间，有上帝的声踮伫咱的教会中间，然后咱会记得上帝的声代表啥物无？若是照着创世纪第1章，上帝的声代表啥物？上帝讲：爱有光就有光。爱有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上帝的声音代表的是创造。上帝的声音就带来新的创造，上帝的声音就踮伫咱的中间，伊继续咧写新的故事，伊永远咧做新的代志。咱是照着上帝的声，才会当继续向前行的。咱是照着上帝的声。咱才有法度成做一间教会，成做一个团契。今仔暗暝，咱的手情团要去奇美博物馆，要去分享圣诞节的福音。
伫前几日的时阵，我才认真咧想着，今仔日暗暝到底会是甚物款的状况？今仔日暗暝到底会是一个甚物款的情景咧？我就开始认真踮伫想象，踮伫祈祷的过程中间，嘛咧听，到底上帝你爱阮所做是甚物？有一个青年就甲我讲，伊嘛无想过讲，一开始就逐个人听起来讲耍笑讲，来去奇美博物馆演出。一开始伊无相信讲这是真的，到伫日子一天一天咧过的时阵，忽然间发现，时间来啊！明仔载昨咧练习，讲明仔载就要去啊，明仔载就要去遐演出啊。然后踮伫迄个广场内面，踮伫博物馆内面，迄到底是一个什物款的情景？我才认真问索菲老师，问牧师娘，因甲我讲，博物馆甲咱讲的，至少内底1000人吧，至少踮伫博物馆内面会有1000人。我才认真想，今仔日足寒的对无？所以1000人是平均，今仔日大概内底会挤满满，全部拢是人。伫迄个全部拢是人的过程中间，我学习去听，到底要透过上帝要透过咱每一个人演出甚物？佮认真听的过程中间，我嘛开始咧想，毋对，今仔日这是一场超大型布道会，今仔日是一场真大型的布道会，敢毋是？但是这个布道会的声，无一定是一个人踮伫头前讲。今仔日的声会对咱手琴团的演出，会对弦乐团因所奏的小提琴，也是中提琴、大提琴，也是咱有足侪囡仔要踮伫遐。装塔水水，但是无搬去，毋过因要提出带大家环游世界的标语。咱咧讲的是圣诞节的消息已经来啊！上帝互咱有一个真特别的机会，可能全场拢毋是基督徒的人讲，圣诞节已经来啊！上帝的声。要踮伫这个世界中间掌权，所以咱去完成上帝所交代互咱的责任。咱报佳音，为着要这个受到束缚的个人甲世界来宣告讲，毋通一直干那看，家己双手想要掠掉，才会价值甲故事。莫一直想，一直。敢若想要完成你心内底的计划那样。圣诞节的时，基督的光为互咱一个上好的引带。圣诞节的光要带咱听见上帝的声。圣诞节的光要带咱会当咱身躯边的人分享咱的生命有上帝的好消息。所以，咱会当上赞，咱会当唱诗歌。当咱上赞的时阵，这个美好的创造会继续围绕踮伫咱的身躯边，心内底的忧闷会受到别人，会受到上帝真正去听你咧想什么。咱心内底的哀伤会受到安慰，心内底的束缚。会受到讨棒，每一日拢是新的剧本，每一日拢是新的故事，每一日拢是新的恩典嘛，拢是新的。当圣诞节的钟声响起来迄碟，天使踮伫梦中，玉石显现啊，毋通惊。这个名，这个囡仔的名。将要叫做耶稣，伊是拯救的，伊是赐予人望的。咱的罪要照着伊得着洗清气，咱的性命也要照着伊，通进入一个新的开始。毋通惊，
伊的名叫做耶稣。约瑟甲玛利亚的故事，邀请咱去完成上帝放伫你甲我生命中间的故事。这个圣诞节的故事，嘛继续带咱向前行。爱人与人分享耶稣的疼，要点伫咱的生命。耶稣的光要照光咱心内底的黑暗。耶稣的光要带咱唱欢喜的诗歌。愿大家点伫抬杠，迎接圣诞的时，诚做报佳音的使者，诚做一个与人讲圣诞快乐的使者。这个圣诞快乐，毋是干那安尼讲尔尔，这个圣诞快乐是咱会当邀请咱身躯边的人，做伙来欢喜吧，做伙来演出这个水的故事，做伙来搬耶稣降生的好消息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无点伫暗算中间的剧本。掠准是主角，转眼成配角。一个男子茫然徛伫舞台，准备好的剧本全然成空，讲好的未来该要应对策略。无伫暗算的剧本忽然临到，正做演员是讨教，是顺从，一念之间。讨教是我咧选择，是我咧掌握，是反客为主的一点。顺从是光的心意，是光的引带。是以马内利的心意。以马内利的上帝，用伊的光带咱向前，带咱演出这个新的故事。人讲，耶稣已经降生，耶稣的疼，耶稣的光要照光咱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圣经耶稣对天降临。耶稣好对天降临，为咱世界行无罪的人，一定对天跪下来敬，阿罗心主将为咱人，哈利路亚。
来祈祷。主管感谢你，因为对主耶稣的降生，带予世间人新的愿望，互阮踮伫患难中间的人永远会当向前，互阮受伤的人受到医治，互咱受到受迫的人，阮会当受到安慰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以马内利的上帝永远甲阮每一个人相同在。主，当阮踮伫你的面前，阮听你的声，阮学习缀着光来行头前的路站。虽然有时阮感觉阮的故事毋是阮家己所想象的，毋过照着你，阮会当清楚知影，你为着阮所安排，你所写的故事是超越过阮的想象，是上符合阮每一个人需要的。当阮来到你面前，将阮一切的困难、一切软弱摆在你的时，求你听阮的声，也用你的话继续对阮讲话，继续行出新的创造，互阮踮伫每一日，阮会当成做报佳音的人。人讲，主的圣诞要带互恁愿望，毋通惊，阮会当勇敢向前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起立。请咱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，咱大家三分享。咱的圣经学堂暂停，明年初开始，咱要读使徒行传，所以咱请咱做伙来准备。好啊，后礼拜是圣诞节吼，今年拄啊好，12月25就是圣诞节，所以咱后礼拜是圣诞节的联合礼拜，所以咱2场礼拜会合并吼，咱会举行联合礼拜。过来。
踮伫圣诞节过了的拜三，咱圣经学堂的小组长会有一个聚会。除了小组长以外，你若是有想要成做小组长的人，拢会当来参加吼。所以12月28是过了圣诞节迄个礼拜拜三暗暝。好，过来后礼拜拜六主日要报佳音。24号暗暝，咱会对6点半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大门口这边来集合，然后咱会行附近的社区。若是有意愿要参与的兄弟姊妹嘛，会当主日学这边来报名，咱会当做伙参加来报佳音。好，搁第4项，教会迄个会计校要踮伫后礼拜吼，就是12月25来结束。所以，若是要踮伫今年度奉献的兄弟姊妹嘛，请咱会当注意这个时间吼，因为今年后礼拜圣诞节就是今年最后一个礼拜吼，所以请咱注意这个时间。好各团契的迄个会计，迄个账簿会检查踮伫1月初8甲15这2日吼，所以请各团契财务会当讲会当准备。过来各团契嘛，请会当准备顶年度聚会表，交互办公室这边会当来做处理。礼拜煞以后，咱踮伫边仔遮有明年的春联吼，所以要找春联的会当踮伫咱的正手边，我的正手边遮吼。若是还未摕月历的，嘛欢迎咱会当继续踮伫遮来摕月历。好，今仔日咱真欢喜吼，老长老的囡仔对美国转来吼，老长老的囡仔甲孙仔，因对美国转来咱中间。哦，欢迎因会当做伙转来踮伫咱中间。所以即摆是两个后生嘛，几个孙，两个孙。好，欢迎老长老因全家会当拢转来踮伫咱中间。好，我做以上的报告甲介绍。咱做伙来读今日的金句，今日金句请掀开自周报第10页。马太福音第1章23节，你看在属女会怀孕生囝，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。咱做伙齐声来做伙读2遍，请。在属女会怀孕生囝，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。马太福音第1章23节，你看，在属女会怀孕生囝，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。马太福音第1章23节。这是咱三甲来念上灵的诗，先信诗399首，临时后请牧师来祝祷。愿上主大真爱，敬惦你心内，主的听每时刻，甘你敬都同在，愿主兴更变照你敬主必关爱你，主信心保守你对知识高敬世界大，愿上主大真爱，敬惦你心内，主的听每时刻，甘你敬都同在，愿主兴更变照你敬主必关爱你，主诚心保守你对知识高敬世界大。做伙
会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以马内利的上帝常常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掌权做王，应允甲咱三同在，照着圣神的开力，互咱伫每一日宣扬主上帝的福音，宣扬基督的疼，基督的光已经临到伫这个世界，也互咱每一个人勇敢向前，人传播主的佳音，对答直到永世大无煞。阿免。